我叫邱彦明，是一名高3学生。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疯狂刺客》。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善良就会得到福报。值得高兴的是，每个小伙伴都成长了。李牡丹，喂，这边大哥，你又干嘛？不是滚了吗？我可没有欠你工资啊，3天900块，给足你了。不是啦，这边大哥，这次的演出机会还不是有您关照吗？刚才是我太冲动，人家小女生嘛。小女生，你竟然贵庚啊？在旧社会，女儿子都可以打酱油结婚的。再给一次机会嘛，这边大哥。哎，不是还有2天戏没拍完吗？牡丹姐说了，有你就没有她。你说我选谁呢？刚才是我不对，你就帮帮忙嘛。什么跑龙套、没台词、不露脸的不可以啊！不要脸的都没有了。我跟你说，你得罪牡丹姐，还想在这行？不管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夏凌晨，你是打不死的小强，这1000万拿不到，还有更多的1000万，我也要嗨起来！
哎呀！来，兄弟们，喝！哎，兄弟们真是够义气啊！今天我郭思聪总算一了夙愿。难道你就这一点追求吗？你以为我真是悟到骨髓里面？我是很有深度的，好吗？你能有多深啊？那，你们看啊，你看这两个人有多污啊！我跟你们讲，青楼也是一种文化，好不好？你们想想，今天我们进门口的时候，那个老鸨对我说：“公子们，我们这边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们好好聊聊。”那换到我们现实世界里面，你们去做大保健的时候，那个妈咪就会说：“我们这姑娘才18岁，腰细腿长，技术好，不信你摸摸看。”哎，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实在是感到心疼啊！把凌晨一个人晾在外面，我才感到心疼啊！我也这样觉得。元宝，我跟你说，小明这小屁孩啥都不懂，我不怪他。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被一个女人吃得这么死，能行吗？我教你们，对付女人，一定要时不时给她制造危机感，这样她才会担心失去你，这样她就会天天黏着你。哎，真的吗？好像说的有一点道理啊，难怪凌晨第一次对我这么紧张呢。听哥的准没错，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哥？好吧，干杯。老板，给我来一大堆美女。怎么了？认不出我来了？你们说，到底是他们帅，还是本大爷帅？你帅！现在你们终于知道是谁的颜值被碾压了吧？你们几个还不赶快来伺候本大爷？来了！喂，回来！别走！用力点！晨晨，你在干嘛？没在干嘛呀？男人嘛，不都得逢场作戏吗？哎呀，你走开，走开！晨晨是我的，别乱碰。什么嘛！两个大男人来青楼，居然是龙阳屁！咦，你们好恶心啊！咦，你们真的好恶心啊！喂，他们俩其实……姐妹们，我们走。哎，喂，别走啊！他们俩而已啊，回来啊！现在你终于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了吧？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来这种地方？我不敢了，我下次一定乖。凌晨姐，棒棒的，这一招真厉害。厉害个屁呀！现在花姑娘都跑了，我们还玩什么？我有花姑娘。
聊天呢？你不是说来这里是为了跟花姑娘聊天吗？那我也可以陪你聊个5毛钱的呀。是啊是啊，说实在，我们来这个游戏都已经10天了，大家都没试过坐下来好好聊聊，现在正好机会来了。聊个屁呀！跟你们有啥好聊的？哎，好了，我们就快要生日了，是不是？要不我们离开游戏之后，一起办个生日派对怎么样？这个好啊，我都好几年没过过生日了。好啊好啊，不如我们一起去自驾游吧。我要吃海鲜大餐。好，吃起来。哎，这个提议还不错，但问题是谁买单啊？那就大家 AA 制喽。小朋友不懂事儿，现在哪里还流行 AA 制啊？现在流行的是 AA 蹭，你们 AA， 我来蹭。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你一个大男人，你还让我一个女生买单，更何况人家小明还是个学生好吗？你看吧，每次都这样，谈不拢的。既然是这样子，那只能对，哈哈，这就是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法。我们摇骰盅，1到6，1最小，谁摇到1，谁就买单，好不好？好，我先来。啊！哎，6，哎呦，哇，哎呀，我的腰呀！我去，哇，这游戏的时空隧道真的转得我快要吐了，比坐过山车还难受。哎，我们回来了，哥哥姐姐，我们回来了。对呀，我们没有死呀，元宝，我们没有死。这个时候我们回来了是没有错，可是是不是得有人出来宣布一下结果呀？喂，你们看一下，好像有什么爆炸新闻哎。对呀，我朋友圈都刷爆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看新闻？我们被坑了才是大新闻吧？天哪！还我钱呐！不是啊，思聪哥，这个好像是说奥特公司的。最新消息，失踪已久的国内第1大游戏公司奥特游戏首席游戏设计员兼执行总裁柳丰阳死在自己研发的时空胶囊中，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严重腐烂，死因不明，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柳先生有点眼熟？我不行了，我智商又下线了，这回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明白了，柳丰阳就是柳先生，啊？奥特公司的总裁死在时空胶囊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也进入了这个游戏。他一再设计骗局，让我们去帮他偷玉玺，杀了太子，就是想要成为游戏最后的赢家。只不过他死在游戏里，所以他没办法回来了。
现在游戏设计者都死了，我们 game over 了，奖金，没了。那我们还一起过生日吗？现在说什么过生日啊？连今晚吃什么都不知道。你呀，回去好好卖水果吧。你呢，回去好好读书。至于你们俩，管你们呢。我继续回去对付我那个包租婆了。走了。林晨姐，那我们也走了。再见。加油！我先走了。好。
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未来路还长。城市在摇晃，让人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方。想要的答案，原来在自己的心房。我们天各一方，不诉离殇，怪时间太匆忙。记得你曾说过，不见不散，不是不忘。直到天地都反常，就算世界都变样，夜色苍茫，我还在老地方。我们天各一方，不诉离殇，怪时间太匆忙。我曾说过，不见不散，不是不忘。直到天地都反常，就算世界都变样，夜色苍茫，我还在老地方。